如果你落過網上廣告，有點擊留言，但全部都係低質客，呢條片可以幫你揾出背後嘅原因。你一定要明白，廣告只係放大器，前面冇一套建立信任嘅內容打底，落再多嘅廣告都只係幫自己收垃圾嘅查詢啫。你明明見到後台數據點擊率極高，但最後一個客都簽唔到，你以為係廣告設定錯咗？其實錯響你想直接同陌生人結婚。廣告可以幫你買到1秒鐘嘅曝光，但絕對買唔到客對你嘅專業信任。當一個優質嘅客根本冇俾你內容教育過，佢睇完你嘅廣告入嚟，佢唯一可以判斷你嘅標準就係價錢喎。結果你就只可以被逼同同行打最慘烈嘅價格戰。你可以睇下啲頂尖 B2B 企業顧問係點樣獲客㗎，佢哋絕對唔會喺廣告度叫人直接購買服務，而係會先 send 一份行業避坑白皮書，或者係成本優化自我檢測表。高質量嘅客戶唔係唔想使錢，佢哋係想使得清清楚楚。當你用內容去先幫佢哋清晒啲問題，佢自然就會覺得你比同行更專業啦。與其係不斷咁樣加大廣告預算去買無效嘅點擊，不如用啲深度嘅內容去建立你專業嘅形象，先教育後成交。Follow 俾個 like， 白頭佬幫你輕鬆做生意。